天使同童女瑪利亞預言：瑪利亞，瑪利亞，你將會從聖靈感孕，要生一個孩子，你同佢改名叫耶穌啦。佢係神嘅仔嚟啊，降世係為要拯救罪人嘅。我心尊主為大，願成就在我身上。第二幕，約瑟同瑪利亞去伯利恆報名上冊，咁客棧都滿咗。瑪利亞咧要生產啦，天使喺野外咧向牧羊人報佳音。有一個大大嘅喜訊啊，就係關乎萬民嘅，因為救主今日降生啊，你哋啊會有一個嬰孩包住布嘅瞓喺馬槽裏邊，嗰啲就係記號啦。我哋盼望嘅彌賽亞降生啦，唉，真係好啊！我哋去睇下。第三幕，耶穌12歲嘅時候上耶路撒冷守節期，喺返屋企嘅路上，父母見唔到耶穌，後來見到佢喺殿入邊咧同啲人討論聖經。阿仔啊，點解你咁做呢？令到父母傷心嚟揾你啊！點解揾我呢？你唔知我應當以我父親嘅事為念咩？第四幕，耶穌喺野外40日接受魔鬼嘅試探，結果得勝。耶穌，你話你係神個仔啊嘛，你將啲石頭變食物啦，咁咪唔使肚餓咯。人活着唔係單靠食物㗎，係靠神口裏所出嘅一切説話㗎。你喺我面前下拜，呢啲榮華富貴啊都要歸你啦。我唔會拜你㗎，我只會拜我主我嘅神，單侍奉佢㗎。嗱，你又話你係神個仔啦，咁你喺呢度跳落去啦，神話會保護你㗎。我唔會跳㗎，唔可以試探主你嘅神㗎。第五幕，耶穌30歲嘅時候傳道，喺湖邊見到彼得打唔到魚。彼得，你將船開到水深之處，下網打魚啦。咁我就試下啦，哇，好多魚喎，多到裝滿2隻船添。第六幕，耶穌呼召12個門徒。彼得、約翰、雅各、西門、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倫、羅買、馬太、多馬、雅各、西門、猶大、加略人猶大，你都跟隨我啦。好啊，我哋願意啊！好，喺第7幕，喺加拿婚宴入邊咧，酒都飲晒啦。耶穌咧就行第一個神蹟啦。係啊，仔啊，主家冇晒酒啦。阿媽同我有咩關係啊？我嘅時候都未到。僕人，佢吩咐你做乜嘢，你就照做啦。哦，明白。僕人，你將6個缸裝滿咗水，裝咗出嚟俾管筵席嘅總管飲啦。好啊，我而家去啦。主人，點解你而家先要攞啲好酒出嚟啊？俾客人飲嘅。咦？呢啲酒好好飲喎，但係我都唔清楚嘅。第8幕啦，耶穌教門徒咧點樣去祈禱，佢哋而家咧一齊祈禱啦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
我們脫離兇惡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第九幕，猶大賣主，佢用同邊個親嘴嘅暗號表示耶穌。嗰啲人呢綁住佢喎，交俾巡撫比拉多要治死佢啊！耶穌受難。耶穌冇罪，點解要佢死啊？你哋想釋放比拉多定話耶穌啊？釋放巴拉巴，我哋想你將耶穌釘十字架。咁好啦，人哋將耶穌鞭打，然後釘喺十字架上面。係，知道。除件衫，放信。士兵除去耶穌嘅衫喎，又着咗朱紅色嘅袍。耶穌你係猶大人嘅王，戴皇冠嘅不過係荊棘做嘅，揸住支蘆葦種錢。士兵又吐口水喺佢個面喎，唉，除翻件衫，着翻佢原本嘅衫，帶佢去各各他。分咗佢嘅衫，攞釘來釘佢喺十字架，哇！流咗好多血啊！我嘅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又用綁喺蘆葦嘅海絨蘸滿醋俾耶穌嘗，佢大聲喊叫啊！佢就斷氣啦，殿嘅幔子裂為兩半，地震石崩，墳墓都開啊！啲人好驚啊！耶穌真係神嘅仔哦！財主約瑟將耶穌嘅身體用細麻布包裹好，放喺新墳墓，用大石封住墓口啦。第十幕，耶穌復活啦，成就咗救恩啦。3日後，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另一個瑪利亞嚟到墳墓前面，忽然見到天使，哇！佢哋好驚啊！唔使驚，耶穌復咗活啦！你哋快脆啲去同啲使徒講啦！喺路上，耶穌向佢哋顯現啦。願你哋平安。主耶穌，你復活咗啦，真係好啊！我哋好掛住你啊，好開心見翻你啊！好嘢！嗱，繼續拍下手掌，拍下手掌。好，我哋咧。